大家好，我是小安。普法乾海帶最忌諱的就是直接扔進水裏，不僅費時費力，好幾個小時出來口感船容易發硬發聲。今天教你大廚不外傳的10分鐘快速普法法，只需多加2步，普出來的海帶閃嫩肥厚，乾淨無沙船去腥。第一步，先蒸後普，軟嫩關鍵。乾海帶買回來，千萬不要直接下水，先把它表面的灰塵鹼鹽沖洗一下。然後直接放進蒸鍋裏，水開後大火蒸10到15分鐘。這一步是海帶軟嫩的核心秘訣。高溫蒸汽能迅速破壞海帶表面的膠質層，軟化牽庸。蒸好後的海帶，你會發現顏色從深褐色變成了翠綠色，摸起來也軟塌塌的了。第二步，淘米水斜線淡鹽水浸泡，去腥去污。蒸好的海帶拿出來，直接放入盤中。這時候不要只用清水，最好用淘米水，或者在清水裏加一著鹽，將蒸過的海帶浸泡5到10分鐘。淘米水有很強的吸附能力，能把海帶接袖裏藏着的泥沙和雜質吸出來，而淡鹽水則能利用滲透壓原理，讓海帶細胞快速吸水膨脹，同時旋能去除海帶自帶的腥味。第三步，輕鬆清洗，乾淨磨砂。經過一蒸一普，你會發現海帶不僅完全普發了，而且表面滑溜溜的，特別容易清洗。只需要用清水鹼鹽沖洗2遍，海帶就徹底乾淨了。你可能會好奇，為什麼千萬不能直接用冷水普發乾海帶？這背後其實隱藏着一個非常關鍵的科學原理。乾海帶表面天然包裹着一層厚厚的褐藻膠，這是一種非常緻密的膠質保護層，它的主要作用是保護海帶在海水中不腐爛。如果你直接將乾海帶扔進冷水裏，這層褐藻膠就會像一層防水膜一樣阻擋水分滲透進海帶的內部細胞，結果就是你泡上半天甚至更久，海帶的表皮可能因為長時間浸泡而變得軟爛發黏，但切開一看，內部的核心依然是乾硬如柴的硬心，根本無法食用。而我們推薦的先蒸後普法，正是巧妙地解決了這個問題。高溫蒸汽能夠迅速穿透並軟化這層緻密的褐藻膠，相當於給海帶開個口，破壞了它的防水裂扣。這樣一來，當海帶進入水中浸泡時，水分就能毫無阻礙地順着纖維縫隙進入海帶內部，讓細胞快速吸水膨脹。這種做法不僅給大地縮短了普發時間，更重要的是，它能最大程度地鎖住海帶原本的營養成分，不會像長時間冷水浸泡那樣導致營養流失。經過這樣處理的海帶，無論是涼拌、燉湯還是紅燒，口感都會呈現出令人驚喜的軟糯 Q 彈，每一口都閃嫩入味，絕對是廚房裡的加分項。下次買回乾海帶，記得試試這個先蒸後普的小妙招，省時又省力。小安再來給大家分享幾招挑選乾海帶的實用技巧，掌握下面這幾個一看、二摸、三聞的小竅門，保準你一眼就能挑到優質好海帶。星號一看，看白霜，看顏色，看完整度。星號看白霜，優質的乾海帶表面通常會附着一層白色的粉末，這可不是鹽或者撞東西，而是海帶自帶的甘露醇。它是一種非常珍貴的營養物質，有利尿消腫的作用。所以白霜越明顯，說明海帶品質越好，越新鮮。星號看顏色，正常且健康的乾海帶，顏色通常是深褐色、灰綠色或土黃色的。如果看到顏色特別鮮豔，呈現翠綠色的乾海帶，千萬不要買，這極有可能是被不良商家用工業染料如孔雀綠浸泡染色過的，吃了對身體有害。星號看完整度，把海帶卷打開看看，好的海帶葉片寬大，肉質厚實且完整。如果海帶又小又碎，或者葉片上有很多小孔洞，大面積破損，說明它在儲存過程中可能已經受潮、發霉或者被蟲蛀了，不建議購買。二摸，手感是判斷品質的觸覺是金石，光看外表船不夠，動手觸摸能幫你更精準地判斷海帶的水分和質地。這一步主要關注2個關鍵指標：乾爽度與厚度。手感乾爽，拒絕黏膩，將手輕輕撫過海帶表面。優質的乾海帶觸感應該是非常乾爽、粗糙的，絕對不會沾手。如果你摸上去感覺濕噠噠、滑膩膩，
甚至指腹能感受到明顯的黏液滲出，那這包海帶絕對有問題。這通常意味着它在儲存過程中已經受潮、發酵甚至開始變質，不僅容易滋生細菌。買回家後也極難保存，建議直接放棄。在確認乾爽後，用手指捏一捏海帶的葉片，感受一下它的厚度和密度，盡量挑選那些肉質肥厚、葉片寬大的海帶。這種海帶通常生長週期更長，營養物質積累得更充分。相比之下，那些薄如紙片的海帶往往口感寡淡，吃起來沒有嚼勁。肥厚的海帶無論是涼拌船是燉肉，口感都更加飽滿翹彈，吸汁能力也更強，做出來的菜餚自然更美味。3. 聞味道，這一步是檢驗海帶內在品質的一道關卡，也是非常直觀的判斷方式。拿起海帶湊近鼻子仔細聞一聞，正常的乾海帶由於生長在大海之中，必然攜帶有一股濃郁且自然的海鮮腥味，這種味道是海帶特有的海洋氣息，聞起來雖然特殊但並不刺鼻。如果你手中的海帶聞不到雜麼味道，那說明它可能存放時間過長，鮮味物質已經揮發殆盡。這樣的海帶吃起嚟口感寡淡，營養價值也大打折扣。更需要警惕的是，如果聞到了明顯的霉味、鎮腐味，甚至是刺鼻的化學惡劑味，有些不良商家會用福爾馬林等防腐劑浸泡以延長保質期，這說明海帶已經受潮發霉、變質腐爛，或者經過了不合規的化工處理。這種海帶不僅未有營養，食用後旋可能對身體造成傷害，一定要果斷避開，千萬不要貪圖便宜購買。下次去買乾海帶的時候，記得把這些小技巧用起來，輕鬆挑到鮮嫩肥厚的好海帶。好了，親愛的朋友們，今天關於乾海帶挑選與泡發的全部乾貨就到這裡了。希望這些實用的小技巧能真正幫到大家，讓你的餐桌多一道美味又營養的佳餚。感謝每一位一路看到這裡的小夥伴，是你們的點讚、關注和留言給了我莫大的動力與溫暖。咱們下期視頻不見不散，祝大家生活愉快，我們下次見。